后来继续来看台湾，小连续发生几件虐待囡仔的案件，引起着众人的愤怒。代志现讲的第一时间，总是有袂少人透过网络烧招，包围嫌犯的徛家，甚至来动私刑，讲要伸张正义。但是动私刑敢真正是正义？专家讲，恐惊会对被害人造成二度的伤害，而且以暴制暴，只会带来更加严重的后果。 公私底下的方法来对付他们。私刑是正义，还是好社会的一种合理化的暴力？你现在要说谎吗？他没有说谎。说谎吗？打人！细年的查甫人，敢若因为肉丸无念嫌少尔，就细年后生脆皮，出手够重，连因某嘛无放过。这影片一个播上网络，乡民的证据就开始断。地址互人公布了后，外号酷嘅查甫人抓真济人，直接弄对因兜去。我今嘛无，谢谢啊。啊，太快了。就只是第一时间到那边而已啊。我觉得应该做对的事。 迄一暝，几百民众集合伫因兜附近，香蕉粉、瓦萨米、肉丸拢总准备好啊。时间愈晚，人愈多，准备要好啊驾驶这个姓林的查甫人。副分局长只好亲身出马做公亲。大家关心，但是我必须主动处理。 5个月后，另外一场私刑出现伫中台湾，同款是苦毒囡仔的代志。警察队长看这个冲突一发不可收拾，决定采取强硬手段。待会我会长期取理，只要违抗，一律先给他逮捕。 大部分的民众拢以着对司法体制失望为理由，希望透过所谓私刑，唤起政府重视苦毒囡仔议题。精神科医师警告讲，这款自强愤慨情绪甲行为会产生免责的心态，暗藏更较大的温忧。就好像一个小偷被抓来，然后被大家乱棒打死，每一个人都会说那不是我打死的，是我们大家打死的。我觉得不是就负责最后那一棒打死他的一样的，分这种。 从众效应、分担责任的感觉。唔知为什么时阵开始，咱的社会需要靠私刑才会得到安慰。一时台湾高等法院法官钱建营对这几年来流行的私刑歪风真感觉。它跟暴力讨债有没有很相近？其实某种程度是啊，因为暴力讨债就是觉得说对方欠我钱，然后。 司法没有办法判，或者判了也没办法给我，那我就自己去把他痛打一顿，叫他还出来。那你就自己处罚。那你现在说我要为了他人的正义去主张说我要去帮他人伸张正义，那你去把人痛打一顿，或者是把人家围起来，那些可能都犯了妨碍自由、犯了伤害罪。民众无信任司法，如果因为司法的听诉要拖真久，判决的结果时常甲民众期待刑期差真济，因过私刑敢有法度解决问题？ 法律之所以可贵，就是因为它就是一个约定俗成，它某种程度就是在违反人性。不要用你的人性去想那些问题，它某种程度它就是要回到理性的规范去，而法官就是在掌握这条线的。我也希望借着我们的事件，可以让司法可以更正视这样的状况，会引起更多人的不当的仿效。 特别我们觉得这些私刑涉及到所谓教训、肢体暴力这种私刑的影片，它的确会造成未成年儿少身心的一些不良的影响。那事实上，你每天暴露在这种过度的血腥暴力的画面当中，其实有时候你会产生一种无助感，所以你就越来越不相信所谓的民主法治。 找出个人资料，伫网络公审，后来暴力烧透情绪，司法体制甲私刑正义伫人民心中的天平已经起去啊！久长来看，要阻止悲剧的发生，应该用同理关怀支持，还是参加社工辅导，唔是穿正义外衫变成暴力的加害者。